嘉义县的义德国小边仔的中正堂是民众运动的好所在。即马配合着农村艺术改造计划，社区营造团队甲规栋按摩图的建筑重新拆卸，佮再邀请到喷漆的艺术家甲义德国中的学生做伙来创作。即马这个中正堂也已经变作是正隐蔽的艺术空间啦。来自外关市的艺术家，在时也侪人豆豆咧擦，用趣味的红仔甲丰富的色水，表达对义德的看法。擦好了后，准备甲义德国中的学生做伙来完成。这可以吸引人家的目光嘛，第一眼就注意到，所以我可以说，借我的作品也可以让更多人注意到可能这个地方，然后甚至说去了解这个故事后的背景，然后去了解这个关于异族的一些发展。为着要践踏这栋义德乡的公共建筑，社区营造团队邀请义德乡的学校甲社区做伙参与，希望大家会当伫即间要改造的建筑内底做伙留下艺术作品，嘛增加对在地的认同。因为义族它是一个乡下，然后可以有这些东西在这里是蛮特别的，然后再加上我的作品也在里面，我感觉蛮开心的。艺术家也把义族的最大特色玉米融入在这里面，希望大家看到这作品的时候会觉得，会很开心，然后也感受到大家这种年轻活泼的气息。然后一方面也是想要去翻转，就是义族都是老人，然后比较安静沉寂这样的一个感觉。这间中正堂是义德乡民拢会来运动的所在，嘛是伫义德乡主要道路顶悬就看会到的建筑。社区营造团队配合政府农村艺术改造计划，希望改变农村，替偏乡带来无同的艺术风气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